今個星期一開始就覺得好唔想返工，唔係嗰種覺得做嘢好攰，係覺得做完嘢之後要留喺公司冇得走，困喺同一個地方嗰種感覺。時間真係好難熬，有人話返工其實就係將你嘅時間賣咗出去咁樣，其實都係嘅。不過就係諗緊喺而家呢個不停咁 loop 嘅情況下，可以點樣令日子過得冇咁枯燥。話說跑 online 最近 hit 返，以前就係放學開機，而家就係放工喺度開機，返嚟開下箱打下幾場都幾解壓，就係想俾自己呢段時間可以冇罪惡感咁玩下，畢竟喺呢啲咁強烈唔想返工嘅情緒下，最後都起咗身去返工，都已經好叻啦。